曼聯消息，曼聯嘅新體育場預計每年將會為俱樂部帶嚟1億到1.2億英鎊嘅比賽日收入啊。而如今奧脱福球場每年嘅收入係1.34億英鎊嘅，而新球場每年嘅收入亦都約為2.5億英鎊。而車路士亦都可以選擇向曼聯褪咗新組佢嘅。如果新組今年夏天回歸曼聯，阿摩連亦都有權利係決定佢嘅未來嘅。而新組今個賽季租借加盟到車路士，而根據合同，只要車路士今個賽季英超排第到前14名呢，佢哋就需要向曼聯支付到2500萬英鎊嘅轉會價格，強制買斷呢位邊鋒啊！而最近3個賽季歐洲嘅4大聯賽賽前休息少於72個鐘，場次最多嘅10支球隊呢，第一位係曼聯啊，42場；第二位係皇馬41場；第3位係巴塞羅那40場，跟住係費倫天拿39場，韋斯咸36場，皇家貝迪斯34場，皇家蘇斯達33場，法蘭克福32場，利物浦31場，利華古遜31場。